iPhone 11哦，因为历史他车还无来，先来上物件，来苹果 iPhone 11个挂发财金，来抓最多分享的人开始分享啊！有人分享一次拿不到，分享5次啊，你就拿到了啊！来如了啊！大家晚上好啊，晚上好啊！阿俊不要再家俊不要再说住哪里，对不对？等一下我才要讲啦，等一下心情好才要讲啊。好了，谢谢你关心阿俊，谢谢啊。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啊！大家晚上好啊！这段时间真感谢一寡朋友一寡网友对咱的关心我一直连情谊都放在心上因为什么那么晚的时间才出来跟大家见面？因为等下我做些代志要处理回来蛮多事情要处理的来，因为有一些家里面的事情，也有一些公司上的事情那我带手边这边有把一些事情剩各一段落我才出来跟大家见面来，现在送苹果来 i11 跟发财金，因为律师还没来，要差不多20分钟。来，刷一整排银，刷一整排汉堡，抓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分享5次就拿到了。分享写数字1到8000。因为律师还没来，20分钟我们先来玩一下游戏了来写数字1到8000。来，好久你听看嘛，要收音听了有 OK 不？拢免考虑来，现在写数字1到8000，写到的朋友，等一下 iPhone 这一支立耶。等一下我们置顶喊到你要喊在，没有喊在就一律不送了因为律师还20分才会来，因为他们塞车因为这个时段律师正常是拢在困简培宇，你刷一整排汉堡，恁爸还在做了来，培宇晚上好晚上好来，发财金抓最多分享的人，苹果 iPhone 写数字1到8000来弄免考虑没有设定追踪连结抢先看的一律不送没有到粉丝团蓝领精品按赞的，还要设定抢先看的一律不送，老免可如如了来，我写数字写数字1到8000写到的这是 i11 你们的老免可如我今天有特别的礼物要送给您，还有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们来，别再恁看来1到8000，1到8000，大家晚上好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来抓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分享5次就拿到了拢免考虑来如了因为刚刚律师打电话来，因为今天很忙他们今天还有忙开庭的事情，所以时间上有 delay 到，会晚个20几分钟我先跟大家先刚才开杠解啦。来，先来送苹果 i11， 写数字1到8000，还有发财金，抓最多分享的人等一下喊到喊在，没有喊在的一律我们就是弃权的，就没有了来，如了，开始分享这个嘉俊在问我讲，连哥恁这个听讲恁住遐住了袂歹，但是恁爸还咧做了。嘉俊，你咧喊安尼，你咧考试，我就已经跟你讲了你看卖我住遐，挑高3.6米1.368平，经典总统套房，包水个包电，食甲你饱，食甲你吐，经典合菜3菜1汤，对无看爱心个免挂号呢，你了解我意思无？拢免考虑来，24小时红外线监控来，如了，刷整排爱心大家晚上好阿布拉晚上好刚好里面有认识一个朋友叫甜不辣的阿布拉晚上好大家晚上好等一下律师来我们才要正式说明会因为律师说有在塞车没关系，我们晚个20几分钟开始开说明会前面大家先娱乐一下，先来聊聊天来分享粉丝团分享粉丝团，分享那个其他的分享弄来分享而已来，大家晚上好宜兰阿志阿志兄弟晚上好还有我们庄总其实这段时间就对我非常感谢阮公司的一寡时代
哦，像阮全兄啦，全哥哦，加全兄哦，搁有阮杰哥哦，搁有阮少年党的哦。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哦，都是非常感谢这些长辈哦，搁有我一寡社会朋友哦，尤其特别感谢就是这个宏达汽车党的谢富义这义哥，搁有新东汽车党的这个郭董宋新啦搁华为汽车这个李董昌华啦系啊。就是拢遮一寡朋友咧，我关心搁有社会一寡大兄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我都有放在心里面心内我就是满满的感激啦，拢对遮大兄拢感谢包括讲有一个阿姨一个阿姨我不知道你的姓名，但是我有听到说你捧着钱到这个要去帮我交保不过还是谢谢啦，谢谢你那一份心意，连钱都放在心里面来，开始分享，抓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分享5次就拿到了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毛。现主席拢免个考虑人咧讲买米爱看，关门爱串做歹代志爱炸灯菇照子要亮。那现主席要行暗路路草爱明，你了解无好拢免考虑来，开始分享，抓最多分享的人，写数字1到8000来，等一下。写到我写的数字的朋友，I11你的因为律师要迟到20分钟，等一下我们再开始发财金是抓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得分享5次就拿到了嘿，你分享2次还是拿不到要分享5次才拿得到，过来就是讲这段时间像迄讲啦，有这个网友咧讲连兄。这个你第3集讲要出来，无出来。第3集内底内容是咧讲一个重点，我讲大家等我一时间我聊天1分钟好无1分钟啦内底讲了一段就是讲来，我听你讲，来这个富不学而富不长，穷不学则穷不进富来不学就对啦，富不等，善不学对善不进啦。这部分就是讲，不管有钱无钱，学习是第一个根基学习是最重要的根基。我常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台语叫这安怎讲呢？学而不思其罔，思而不学其殆你了解无善且宜坚，不夺青云之志；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那这一次连千亿重新再出发，会以公益为主啦。我接下来会拿出我每个月收入的来10%每个月收入的10%全部捐做公益，因为里面我看了2个伟人的一些自传非常重要待我家来恁讲，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拢免考虑来写数字1到8000来送来苹果 i11专心的有来发财金，抓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我得分享5次就拿到了，拢免考虑来录了好开始分享写数字1到8000我就。讲这2个伟人的故事，拍下性之处先生他很天下，你了解无？长野李纯，上好，财源广进你好，我好，大家还得输个15分钟就够因为路顶咧塞车，因为现主席因向阳下班讲见面
唔知影讲路顶出一个什么款的变化，小可读车也对啊，啊，拢免考虑啊哈。来，如了啊，刷一整排先刷一整排汉堡。我讲昨哦，媒体我看到报纸啊，媒体昨咧讲，好有讲到就是说啊，这个连千亿哈，这个人气不如以往啊，声势下滑，说这个订阅率很低啊，其实不是这个问题，我要讲给你听是第一个。YouTube 这个频道是我新开的，前天才开的啊，不到50个小时，现在订阅超过2000人的啊，因为那个不是我的主力，我是要拍一些影片来给一些我的网友朋友来看的来看这些影片你懂吗？也不是要去做 YouTuber， 所以说这个媒体这个部分可能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去做 YouTuber， 这个订阅多订阅少那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今天我要把这个 YT 的频道是要拿来放我的影片的，这样你们了解吗？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重点，说我声势不如以往，不好意思，刚刚1分钟我就破万人了，结婚金的破1万人啊，所以基本上要记得，有时候在发新闻，我希望这些媒体朋友可以好好的去求证一下，看一下我个人的脸书的按赞数跟留言数好不好？去衡量一下真实的情况，再去发这个新闻，不是说今天看到一个欧亚就要 biang biang 这不对啦，你懂吗？一个新的频道，因为我不是 YouTuber， 我也不懂怎么进 YouTuber， 你懂吗？我只是要拍一些影片跟我的网友分享，不是要做 YouTuber， 你懂吗？所以说不要再下什么新闻标题说什么声势不如以往那个都不是太大的重点，因为我单纯只是要拍一些片子来跟我的网友分享而已，好不好？谢谢各位媒体朋友，大家辛苦了，谢谢我们的律师在10几分钟就到了因为今天我要请这邱伯清大律师来等一下开这个说明会，他是我这个算是过往的一个恩人一个恩人在许多年前有帮助过我一些事情龙面科如何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汉堡，来写数字1到8000，送苹果 iPhone， 没有设定追踪连千亿抢先看的一律不送，没有到粉丝团蓝底精品按赞的跟分享的一律不送。来开始分享来发财金，抓最多分享的人，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分享5次就拿到了龙面科如何来，大家晚上好对吧？来，各位讲一个概念，就是讲，今仔日就对我为啥讲要讲这个拍摄耽误大家1分钟的时间为什么要讲这个学习的重要性这一次进去其实我遇到很多长辈，很多哥哥那尤其有遇到的这个坤城兄啦丰城兄这几个都真的都是给我很多正能量的人。其实我常讲就是说，在这个过往里面，学习到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说，它都是人生我一个很珍贵的记忆因为我觉得在里面学习到的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刚刚我有接到那个一些长辈有打电话给我，还有说我哥全哥专哥昨天跟前天都很关心我。都有打电话跟这些长辈说希望我今天9月9号能够加油专家谢谢感谢专家谢谢感谢专家你关心等找时间的时阵小弟才跟你吃饭专家谢谢对感谢全哥的关心谢谢就是讲我咧讲就是有时其实迄天我的影片咧讲遮清楚的，懂我们之人不需解释，不懂我们之人解释再都没有用。等一下说明会的时候。我会提示